带人去到咱适当的场所，让我们能够所发挥，让我们去领受他的恩典。好，搁一个第一节备来。主，我有困难的时，我要做你的人，我心中我欢喜的是，要到你无天，我无要担心挑世间，将来看你的疼，无爱你那宽容的心，才会为你来行。我背这心为主跑走，为上帝公公。那边的让那个。我的手拢袂亚些，引来行天路。我心是要为你用命，因虔诚我在灵，心心坚定，年年是正，我心叫我欢喜。好，愿咱时常对主讲，当我还阁有开来时，求你找我，我伫遮，我伫遮。请咱时间特别到，请咱安静咱的心，准备三甲来敬拜主。各位兄弟平安，请咱准备心要开始今仔日的敬拜，请大家手机关机，也是用震动，哈。
啊，咱着耶和华唱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这时，请咱起立，演献诗200首，天顶讲起上帝荣光，来保养上帝的荣光。天天讲起上帝荣光，向上歌咏作叫声。你米撒所无言无语，传出在百姓丰富。因的声音无通听见，尊心被莫高地比。因的言语高地万邦，富为你靠岸张邦。令地如花高洁照美，互人深深地活起。伊的感情确实有益，互人听了有知性。我主上帝亲照诚实，互人能心生欢喜。愿的上帝纯洁明理，会互人目睭光明。我主上帝经过招盼，恳求你来救赎我。我嘴所讲，我心所想，愿你接纳那芳香。请坐，请咱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上帝，大地伫你的掌管下面，四季运转，落雨的雨水润泽田园，互万物得到生长，所有的受造物得到你的施恩赐福。为着安尼，愿要感谢俄罗你，满有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愿你照着你的话语对阮讲话，调整阮的性命，学习活出你的模样，光照阮，帮助阮看见家己的歹，搁赦免阮的过失，帮助阮伫生活中活出合你心意的款式。愿你的话语成做阮生活中时刻的帮助甲快乐。伫阮的生活中有真侪挑战。有的人是伫新的环境中需要适应，有的人是身体软弱，需要主来保守看顾，嘛有年老孤单的，需要主甲因同在，享受因心内有喜乐甲平安。主啊，阮感谢俄罗你，因为你是阮的帮赞，阮无欠缺，阮相信你的确供应阮所有的需要。特别为着林祖薇姐妹、詹怡婷姐妹、林美鹤姐妹、林李阿菊姐妹、董威庆弟兄祈祷，求主帮助因伫各种的环境中学习专心仰望你，得到你的帮赞甲安慰，心内有对你来的平安喜乐。只是愿为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愿主祝福林牧师，互伊喙所分享的话合你的心意，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你话语中的快乐甲帮赞。感谢主听阮恳求的声，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阿门。愿光归向本上帝，愿感谢叫信心赞美上帝，做你的在你的，将来也永远的。
是咱同心来启演，启演文第9篇，启演文第9篇，也就是诗篇24篇。我来启，请兄弟来引，咱用交托的方式来启演。对甲对象的万面拢属上主，世界甲点伫遐的画面嘛拢属伊，伊甲地囥伫大海的顶面。将地基下伫深海。什么人会当上上主的山？什么人骗人会当入伊的圣殿？就是手牵去心纯洁，无拜偶像、无细便咒詛的人。即款人会受上主祝福。上帝要拯救伊，宣判伊无罪。即款人找求上主，到雅各的上帝面前来条件伊。城门啊，着拍开，永远的门啊，着大开。最声荣耀的君王要入来。即位荣耀的君王是甚物人？是强各样的上主。最声伊是必见必显的上主。城门啊，着拍开，永远的门啊，着大开。最声荣荣耀的君王要入来。来。即位荣耀的君王是甚物人？是万军的统帅上主。最声伊伊是荣耀的君王。即是咱来恭听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历代志上卷第29章第1节到第9节。大必王对全会讲：我的囝所罗门是上帝特别拣选的，毋过约少年无经验。即个宫殿真大，因为即个圣殿毋是为着人，是为着主上帝起的。我为着我的上帝的殿已经尽力，有准备金、银、铜、铁、茶，要做逐款器具，阁有准备真侪红玛瑙、通香的宝石、根石、彩色的石、逐款的宝石甲大理石。我意爱我的上帝的殿。就伫准备起圣殿的材料以外，阁将我积蓄的金银，拢献做起我上帝圣殿的路用，就是乌灰的金100外公吨，纯银240外公吨，来打圣殿的壁，以及互师傅做金器、银器，甲所有器具的路用。今仔日也有啥物人欢喜奉献？奉献伊本身，互上主。安尼，族长以色列逐支族的首领，管1000人，甲管100人的军官，以及监督遐个甲王做工的人的官长，拢甘心奉献。因为着上帝圣殿的工程，奉献金170外公吨，银340外公吨，铜约620公吨，甲铁3400公吨。有宝石的人，拢将宝石摕去交互吉顺人亚歇，向入上主圣殿的府库。人民拢真欢喜奉献，因为因尽心献互上主，大必王嘛非常欢喜。即时教会社青团契要带咱来学罗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歌是在你手中。
切水的歌声，真做芳芳的坐，达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纳。今仔日咱教会林牧师要用甘心录音、同心建造来甲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将时间交予牧师。来，兄弟平安。咱真感谢社青堂客带咱用着伫你的手中这首诗歌来带咱来敬拜上帝。也伫咧这诗歌内面，伊讲着咱的主，咱的好处无伫主以外，这也是咱伫咧面对着咱生命内面真侪咱拄着，不管是任何的挑战，甲着艰难的时光时阵，咱爱会晓伫时常倒来到伫上帝面前，伫迄个中间来去经验着伊伊怎样伫咱的安尼身躯边引带咱带领咱，所以毋是咱会通做啥物，是咱的主会通做啥物货。所以当咱常常将主安尼，咱讲诗歌讲，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应该讲起来是讲，我们将我们自己摆在神的面前，咱就袂抵到有任何的摇动，所以求主帮助咱伫咧面对咱生命内面的各种的遮个困境挑战的时阵，咱会晓时常倒来到伫上帝的面前。那今仔日咱要来讲一个会通讲真属灵，也会通讲真实际的课题，就是教会的建堂。顶礼拜咱拄仔完成即个咱的定期会员和会，咱嘛有伫咧咱的和会中，咱有报告咱的建堂的进度。当咱讲到着即个建堂即个筹募即个建堂的经费的时阵，咱有讲起着讲，咱除了会当为着即个建堂的基金奉献以外，咱伫咧筹募的过程内面，佫有另外一个筹募的工具，也是讲方法，就是咱的信徒来安尼借信徒来借钱筹募即个叫做无息的借款的方式。当牧师有讲到遮个方式的时阵嘛有引起一寡的共鸣甲声音，所以咱要来讲即个伫咧建堂筹募经费过程内面，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安尼，咱信徒来借即个无息的借款有合圣经无？我先讲第二个义卖收入。昨牧师娘拄好甲我讲，就是我伫台中进前以早服侍教会有一个姊妹，伊知影咱教会要建堂，所以伊就安尼时常安尼想到，也是伊有着为着咱的教会建堂，伊就安尼时不时就摕钱互牧师娘，请牧师娘来替伊来奉献，所以咱就通知影讲，有人为着咱的教会建堂，来关心。咱若讲较清楚，就是讲，咱人有当时，咱的一生内面，咱有可能连参与一遍的建堂就无机会。何况今仔日上帝互咱有安尼的机会，会通参与伫咧迄个建堂的时光，这是第一个，这是咱的恩典。嘛是咱的荣光，这是上帝互咱一个真好的机会。所以迄位姊妹伊伫咧当迄天一遍牧师娘安尼将即个家军节伊咧为着咱的教会建堂，伊有做真侪遮的导入。伫咧卖，伊就牧师娘就买一罐导入送互即个姊妹，因为即个姊妹伊为着咱的教会建堂，咱就买一罐导入送伊安尼。结果即个导入食了真安尼，感觉讲真好食，落尾手伊就甲伊的先生去，拄好有机会去到伫即个苗栗的所在去遐咧佚佗的时阵，拄好看到有人咧卖导入，
就讲安尼咱嘛来买道路，吼、啊，迄落即个姊妹就甲因先生讲，咱莫伫遮买，吼、咱转来去甲牧师娘买，吼、请牧师娘替咱买，吼、所以牧师娘就搁为着安尼搁吼替伊买3罐吼，3罐吼，嘿，人是安尼咧为咱建堂的奉献。同款，咱教会嘛有迄落林主姐为着咱的教会建堂来奉献米。当咱若咧食米的时阵，咱敢有想着讲啊，咱米无啊，安尼是毋是来教会买一包米？啊，是讲咱的其他的朋友，因拄好因咧有啥物款的欠缺的时阵，拄好咱教会拄好咧为着建堂咧预备的时阵，咱嘛会使伫遐来甲伊推荐。这一个真简单的工课，但是咱会通做，咱嘛会通毋做。介在伫咱安怎来安尼对伫即个建堂的即件事工顶面，咱到底用偌济心伫即个顶面？我讲到转来，即个咱的信徒来无息借款，敢有合圣经？佫是安怎？每一间教会当若咧建堂的时阵，拢会用到即个方式来教会会友来借即个无息的借款。这是要互咱佫一届来安尼去想，也是去参与伫咧即个事工的顶面，也期待咱会通共同来承担即个上帝放伫咱心中的即个异象，甲着即个使命。教会筹募建堂的基金经费，除了建堂的基金的奉献以外，另外一个筹募经费的方式就是信徒来无息无利息的借款。这毋是一个真单纯的财务的决定，这是一个属灵的呼召。因为这毋是敢若只有敢若讲，那像讲我起一个建筑物，乃是要建造一个见证上帝荣耀的所在，也是讲用见证上帝荣耀的居所。所以咱要来用到3个方面来去想这件代志，有3个属灵的原则来思想这件代志。第一个就是这个建造上帝家是荣耀上帝的一件代志。伫咧咱今仔领受的经文内面，就大致上第29章，大卫王伊伫为着要建造上帝的圣殿，伊预备真济遮个金银材料。伊讲啦，伊讲，伫咱今仔经文内面伊讲迄个，但是这个工程浩大，你这殿不是为人，而是为耶和华上帝建造的。当伊讲这件代志了后，伊讲伊做一件代志，就是代表伊家己，伊将伊家己摆上，所以百姓看见伊才会领受，安尼伫遐安尼的迄个榜样。就伫遐专心乐意来奉献，甚至讲经文内面讲因安尼欢喜快乐。而且有几个要甲咱提醒的，就是咱建造为上帝建造伊的家，建堂是为着上帝，毋是为着人。我想，咱可能过去嘛捌听过有个牧师，伊伫遐讲我为着上帝教会，迄落起偌济间的教会。当安尼咧讲的时阵，爱真细意，安尼讲的时阵，伊是咧讲伊为上帝。咱爱真清楚知影，咱咧建堂也好，也是讲一个真要紧的观念。所以我之前嘛捌分享过，就是。咱讲我们要起造，或者说我们要建造上帝的教会。佮讲到转来，我们要建造耶稣的教会，还是耶稣建造耶稣他的教会？这是一个咱需要去好好去深想的问题。真侪时阵，咱伫遐。会无小心，咱就伫遐高估咱家己。但是咱一个要伫遮爱一个真要紧，一个真提醒，
建造上帝的殿，这是一个荣光的代志，是为着上帝，毋是为着人。所以伫咧迄个过程内面，是上帝咧做代志，毋是人咧做代志。咱只不过是甲参与伫咧上帝的迄个业理，啊，讲上帝的迄个伊的掌权甲伊的作为的中间。第二个就是建堂啊，建造圣殿，教会领袖需要先摆上。我毋知咱毋知有注意到无？我知影讲有人有注意到，就是当我伫咧后来，咱伫咧释教58周年的时阵，我捌分享过讲咱是毋是来为咱的主来做梦，用做12年的梦？我毋知恁还佫会记得我捌讲过即句话无？当我伫遐讲安尼时，第一个我毋知影讲是毋是真正是建堂，但是我就开始为着即件代志来奉献，所以已经奉献偌久啊？6年外。咱领受上帝意象一件真要紧的是，迄个领受意象了后，咱各个爱有作为啦，要有作为。不是只是那个意向，但是什么都没有作为，不是。所以牧师，咱的教会中级，真做咱的信徒的榜样，来将自己先摆上。就甲亲像大鼻王，伊伫咧今仔经文内面，伊为着建造上帝的殿，伊所摆上的，你若看到迄个伊面顶，咱若台语版的迄个。因为你咧讲多少色克勒，看无啊。但是台语今仔圣经内面讲起啦，讲伊为着要起造上帝的殿，迄个俄斐的金，讲100外公吨。我毋知影讲迄个金100公吨，1吨，的重量，咱的感受是偌济？100外公吨。你用想象讲是安怎后来以色列迄当阵后来安尼因败坏，不管是迄个后来伫咧北国被灭，后来南犹大被灭的时阵，耶路撒冷受拆毁的时阵，是安怎要拆毁？是安怎要拆毁耶路撒冷城？是安怎要将圣殿规个拆甲连一块石都无缀伫另外一块石的顶面？因为内底充满黄金啦，像充满了金银铜铁，所以当初时就是遮个拢总是有非常宝贵的金属，所以爱甲伊拆的一块不剩，为着要摕黄金。所以咱就通知影讲，迄个用偌济的金伫咧面顶。过来一个真要紧的，就是信徒的参与，咱必须要是甘心乐意的。所以今仔日共款，咱咧建造上帝殿的时阵，一个真要紧，就是咱是毋是有甘心乐意？伫咧共款，伫咧咱的旧约学解书内面，上帝借着先知来提醒百姓。伊讲啦，伊讲，从即个圣殿要荒废。恁家己兼通住伫装潢舒适的厝。先知哈该伫咧讲即句话时阵，是因为当初时以色列人因安尼被掳归回，因转来到伫耶路撒冷，因嘛有拍算讲要重建圣殿，但是伫咧拍算重建圣殿的时阵，却拄着一件代志，就是原地本地住伫咧遐的一寡人，甲着周围一寡遮的外邦人，因伫遐来迄个咱讲反对重建圣殿，所以有济的遮的阻碍，抵到因怎啊呐软手，因软手的结果就是圣殿就原地本地就已经荒废啊。伫遐重建，结果才拄啊开始起，就搁停咧，停工。这个时阵，先知哈该来对因讲，因为当初时所有以色列转来的以色列百姓，因是围着迄个圣殿的周围伫遐徛起啊。
结果因为圣殿受阻碍，所以因就家己的厝、家己先拢起好好势啊。这个时阵，先知就讲啊，圣殿抑阁荒废，恁家己敢会通住伫咧即个装潢舒适的厝？上帝毋是伫咧遮责备因有厝，是要提醒因次序的混乱、次序的错乱。咱来想哦，今仔日以色列人因伫咧出埃及的时阵，当因对埃及地安尼出来，去到旷野，第一件代志是啥物货？是迄落设立敬拜。第一件代志就是设立敬拜。所以今仔日共款伫咧迄个主的殿也未真好势的时阵，一个上帝伫遐要提醒咱的，就是迄个咱的次序有没有搞错了？建造上帝殿是一个属灵的迄个优先次序的一个问题。今仔日咱伫咧当咱伫咧讲建堂的时阵，毋是因为咱要追求迄种规模哇，非常的宏伟，亲像即间是我顶礼拜讲起到的时阵，感谢林主席，伊有机会去到伫西班牙，即个圣家堂遮翕到一张相。伊讲牧师你咧讲的是毋即间？讲对，就是即间。即间到阵仔还阁咧起吼，起已经几百年啊，继续还阁起。咱毋是要起一间即种安尼规模宏伟的教堂，咱所要起的是照着咱当初是咱的即个咱的迄个问卷内面，咱讲的是咱期待要起的是一间多功能的一个礼拜堂。是会通好做真济的内容，所以咱期待咱要建堂，咱是会通安尼有需要有一个更较咱讲较舒适的一个敬拜空，较稳定的敬拜空间。我毋知影讲咱正兄弟咱来到伫教会做礼拜的时阵，恁捌伫咧行路的时阵去踢着无？咱的教会礼拜堂自我来，即个地板敢若有愈来愈铺我毋知你毋捌行路去踢着无？咱教会即马搁安尼哪来哪济长辈，你若行路行的去踢一个跋一倒，你看卖要安怎好？咱需要有一个更较合适牧养的场地。今仔日咱教会，咱伫遮来讲咱要做真济事工，但是咱有真合适的场地也无。不管今仔日咱要做长辈的事工也好，还是咱要做年轻人的事工也好，我们有没有提供一个合适的场地给他们使用？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合适的一个场地。第一个，我们要做老年事工，为一个很基本的要求，一个真基本的要求，地爱平啊。咱的礼拜堂无平，佫毋然呢，咱去到交易厅，你若去交易厅看，交易厅咱的办公室门口的迄个地板，牧师来遮6年外，要将近要7年，伫咧这过程内面，我看见这个地一直起起伏伏啊，是安怎起起伏伏？因为地动，咱伫咧即个地震多的地方，但是咱当初是咱咧起的时阵，咱的礼拜堂，咱并毋是用法式基础，所以咱的迄个地板拢无本身拢无安尼条啊甲条啊本身无扭掉咧。过来，咱的地板本身无铺地，无铺铁筋，直到经过地动改变了，尤其是愈大的地动了，迄个地就开始无平。就扑来扑去，咱的长辈伫咧迄过程内面，要安怎会用真安尼平稳来行路？咱敢有提供有真好的场地，会通好来互青少年因欢喜来咱的教会？咱要安怎去吸引，能够让年轻人愿意来进入？要提供一个很适合的场地。咱期待
望咱的下一代有一个真正属灵的家。所以期待咱会通好好来想，咱建堂毋是为着咱家己，咱是为着上帝，为着咱的即个下一代会通有一个更较好势的一个即个安尼敬拜的所在。所以这是一个世代性的一个工程，毋是为着我们这一代来舒服的。像咱今仔日，有个人甚至我若讲到迄个牧师伫咧为着即只建堂的事工，我伫过去所安尼，不管是倒一间，做了，起好了，我就走啊。我嘛有安尼拍算啊，我嘛是起好了，我就用准备来走啊。因为迄毋是我需要踮伫咧迄个所在，怎啊伫咧遐享受我的，好像说我的成果不需要。这是要为着下一代，互因有一个真舒适、真好势的一个安尼属灵的一个家。是咧为着未来来做准备，所以咱的建堂绝对不是叫做再留子孙，所以咱想要用到会用透过咱毋是干那为着建堂募款，咱也阁会通伫个中间来伫遐讲拍算讲咱是毋是会通对银行来去借着钱，用着较低的利息。来去迄落，互咱有迄个建堂的经费一次足够了，我们在建堂上面我们没有停工啊，一次就给它做完，一次做完有啥物好处？第一个，咱的子孙会通真紧的使用着这个场所，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叫做再留子孙。再过来，咱的起礼拜堂。咱伫咧一开始咧规划时阵，咱当初时，互各团契、各小组、甲着教会所有各部咧提出讲，咱的教会的即个规个的礼拜堂，咱需要什么款的规模？内底一个真要紧讲到就是，咱要规划的是一个在未来20-30年教会要做事工的场地。所以它绝对不会是一个蚊子馆。有个人会感觉讲起礼拜堂起了，有遮尔济空间，拢在关网。如果咱若是安尼想，安尼咱奈着何必去建堂？咱就是要期待会通提供搁较济无共款的空间，来互无共款的，不管是长辈。少年人，咱甚至咱要去接触这个社区，咱讲要做宣教，咱要安怎有提供一个真好的场所，互这个社区的朋友，互因入来教会，哪亲像咧行灶骹咧。安尼咱毋才有机会通好甲因做朋友，甲因来分享上帝的福音。所以咱要安怎去营造？互一个礼拜堂会通有一个真舒适的空间，这是我去到伫台北某一间的教会，伊伫遐，我甲问讲你这个场所是要做啥物用途？伊讲这是要互主日学用的。除了互主日学用，你即摆你会看到这相片内底有几个安尼大概中年人，因伫遐苦咧创啥？因每一项拢受交代，有一寡因爱去关心的人，所以因伫咧各自的所在不受干扰的情形底下，无伫咧注意到聚会的时阵，因伫遐使用这个空间来去甲着伊所爱关心的人伫遐来甲因做联系，甲因做一寡遮的陪伴。教会需要提供一寡真好势的场地。你看，感觉你想，若用着主日落的有一个场地，亲像安尼，囡仔会想要来无？囡仔会爱来无？第二，咱过来看这个，这是一个这个教会伊的入口的所在，会通真做教会甲这个社区，也是讲会友要入来伫教会的时阵，会通有一个真
互因感觉讲真舒适、真亲密的一个空间，而不会是一个很冷淡的一个空间。这是教会甲社区接触的一个真好的所在。所以教会咧建堂的时阵，爱去想的是咱国怪咱要做啥物货。咱教会既然讲要宣教，安尼咱有一个空间会通好来帮助咱伫咧做宣教顶面。当因遮的新朋友入来到伫教会的时阵，咱会通做真好的交陪交代啊无？即个教会内面即个教会伊是租的，你知影无？即个教会礼拜堂是租的，内底有足侪设备，为着宣教。所以今仔当咱伫咧讲宣教的时阵，咱毋好干那只有想着讲。即个空间我无用到，所以即个空间无需要。咱爱想到的是讲，我要去接触到啥物款的人，我要伫迄中间来去帮衬，要去服侍啥物人。安尼我需要有先做好啥物款的空间，来去伫遐等待，要来接待遮的福音的朋友。所以咱建造上帝一个真要紧，上帝殿。这是一个荣耀的代志，是为着上帝，毋是为着咱。所以咱爱知影建造上帝这个属灵的家，需要有彼此来扶持。所以今仔咱伫咧面对一个现实，就是咱面对着台湾即马其实毋是干台湾，规个全世界拢共款，整个迄个物价波动非常的剧烈，所以咱的建堂的经费也非常的庞大，所以。教会毋则决定讲，咱需要来会友来用无息的借款的方式来完成这个工程。上主要是要为着要减轻教会伫咧银行来借款的这个中的利息的支出。共款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互这个礼拜堂会通紧来完成。所以圣经安怎来看待这件代志？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讲啊伊讲你若钱借互我的子民中间的善车人，毋通亲像放利的人，甲因摕利息。所以伫即个所在，上帝伊交代伊的百姓，你借人钱的时阵，对家己的百姓，对上帝的百姓，袂使放利息。这是为着要互相扶持。共款伫咧利未记内面嘛讲到，讲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你手头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一同生活，像外人和寄居一样，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索取高利，要敬畏你的上帝，使你的弟兄与你一同生活。这是伫咧，所以咱就会通知影，当咱刚刚。用无息的方式来借给教会，这个不是投资行为，而是一个爱的行动。就甲亲像诗篇内面所讲的，伊讲，若上帝感动你，咱是毋是愿意成做迄个上帝家里建造的一份子？就甲亲像迄个伫咧诗篇内面，诗篇37篇讲啦，讲他常常恩待人，借贷给人。所以咱就会通知影讲，即款安尼的迄落，毋是怎么会有跳 ？OK， 好，无要紧。所以咱就会通知影，迄个规个参与伫咧即个建堂，特别是伫咧提供安尼像无息贷款，这是一种听的行动。所以，迄个借出本身是一个照着圣经讲，这是叫做义人的特征。这是伫咧诗篇内面所讲的。到伫新约，伫咧使徒行传第4章内面，到伫初代教会提起着迄种凡物公用。伫迄中间会通讲起着讲安尼有人安尼变卖伊的安尼田产。照着个人所需的来分给个人。
这拢是一种的同心合意的一种生命。所以今仔日咱教会来安尼提起着这种信徒来无息借款，本质上这是一种的彼此扶持，但是咧，唔是强迫的，也唔是也不是有压力的，因为咱伫咧参悟这个件代志顶面，咱一个真要紧的，就是若上帝有感动咱，咱是毋是愿意成做迄个上帝加创迄个建造的一份子？所以咱爱真清楚来伫这个所在，咱爱知影，就是这毋是一种的咱讲叫做属灵的衡量，就讲你今仔日借教会钱，毋是叫做讲安尼你的属灵的程度较悬，毋是，伊嘛毋是一种的信心大小的一种的比较，伊搁较嘛毋是迄种安尼讲奉献偌济一种的排名。每一个人拢是照着上帝互咱伫咧咱的心内迄款安尼感动，甲着迄个能力来参悟。所以一件真要紧的，就是参悟伫咧上帝的建造的顶面内面，一个真要紧，就是它是一个甘心个诚实的，是迄个新堂建造的一个根基。所以使徒保罗伫咧哥林多后书内面讲讲到即个奉献的经文，伊讲。所以，逐个人着照家己所决定的来奉献，唔通唔甘，嘛唔通勉强，因为上帝疼欢喜奉献的人。伫这个所在，这嘛是咱今仔日咱伫咧教会内面一个真要紧。咱大概到伫奉献的时阵，啥咱的施礼者一定拢会伫遐讲起，就讲如果你是第一次来，你不知道奉献的意义的，你不要奉献，因为咱若无了解奉献的意义，你的迄个奉献无法度达到上帝的欢喜。同款，咱伫咧参悟伫咧教会的任何的事工，咱若伫迄中间心不甘情不愿，迄个鉴察人心的上帝，难道不知道我们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吗？所以，咱得当真清楚知影。个人要随心所愿，不要为难，不要勉强，因为上帝热爱爱乐捐的人。这句话是咱的底线。那任何的人，伊伫咧中间，伊感觉有压力，安尼，迄就毋是上帝的心意，放伫你的心内。所以建堂是一个是会通好有信心的，但是咧，咱袂通无诚实来面对咱家己。伫咧路加福音，耶稣讲讲当咱伫咧建造一座楼的时阵，若无大声坐落来算看卖来拍算看卖有够钱无，通完成工程啊无？所以咱伫咧中间教会伫遐真清楚知影，咱需要拍算。所以咱会去想讲，安尼咱每一年咱为着建堂的奉献有偌济，咱就安尼开始去。算去累积，安尼教会要建堂，即个总经费，咱要安怎来去分摊？伫咧即个分摊的过程当中，咱要用偌济年来去分摊，给它摊提掉。所以咱需要有真清楚的即种财务的规划，咱也有迄种真明确，咱需要有真明确的还款计划，搁较咱有即个真透明的报告制度。这也是安怎？今仔日咱伫咧会员好会内面报告，咱嘛要互咱的会员真清楚知影。有当时咱的建堂委员会，有当时有的兄弟，咱有侪的要义，包括讲咱要第时开始起，有的人会问这个问题。当初时建堂委员会嘛毋知影要当时开始起。是安怎讲？因为财务规划还没有出来，当初时，敢若想着讲，咱目前敢若有那个建设经费有偌济，搁怪后壁那一个更大的那一笔在哪里？因为咱咧起的时阵，咱顶礼拜咱有将迄个一个图表互咱看。那开始动工了，那个支出费用是最高的，一直
迄个是一个指，咱原底本底是安尼扣，开始动工的时阵是指数型上升，它没有办法我们的为建设基金的奉献，没有办法来得及去支付这一笔钱，所以咱得要先拍算个好势，所以咱现在咱需要有清楚的财务规划，所以教会所有的小会员是安怎全部小会员带去到第三级，去底下问讲恁是安怎做？三级教会建堂开3亿，因伫迄中间因哪有遐侪钱？哦，原来因嘛是对银行借，啊因是安怎会使借？咱来问遮个啊，问了，咱才有法度知影讲，哦，安尼咱有一个方向。搁过来，咱爱开始去规划，要安怎写即个还款计划，甲即个规个计划交互咱的即个因为咱的教会财产是属伫咧北部财团法人，所以咱才有法度将即个计划交互财团法人，请财团法人来代替我们去跟银行借款。我们有这些的动作，但是这些动作有诶认真讲真歹解说，所以当初时建堂委员会咱的小会员无法度说明，是因为这个当初时抑阁无清楚。但是经过去3级了，咱已经较清楚，咱才有法度伫咧会员合会内面来大家人来报告。所以教会伫咧处理这件代志顶面，小会嘛开始讲过来，咱开始要伫咧逐个月，甚至咱若有每一礼拜若有进度，咱就会通伫咧周报内面，也是伫咧报告内面来咱的会友来报告。教会所做的代志，拢是透明的。但是伫咧也无清楚的时阵，根本也无法度报告。但是若清楚了，就开始会用报告。所以弟兄姊，信心毋是一种的冲动，咱是安怎？若伫咧会员合会内面，咱已经报告过，咱用5年的时间去规划呢。咱开始规划，开始启动建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是从2021年开始，今年是2026年，应该是说从2020年就已经开始。咱用真久的时间去讨论，咱甚至迄个第一份图，咱选择着建筑师了，搁过来，咱用1年的时间，甲建筑师伫遐讨论，不断伫遐讨论，来伫遐变更图面。上主要就是要咱爱有真清楚的规划了。才互会友会当真清楚来了解，所以咱的建堂，咱毋是冲动的，咱是安尼一步一脚印的。咱的信心是建立伫咧咱对咱的主，嘛对会友的迄个诚实，甲着迄个智慧的顶面。像保罗伊伫咧即个罗马书内面讲着啊，讲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所以教会伫咧计划规件代志顶面是安尼真细腻，小会伫咧处理每一件代志顶面，拢是安尼一开始就做好承诺，做什么款的承诺？承诺咱伫咧建堂的顶面，财务公开透明。搁过来咧，咱来有定期的报告来，互会友真清楚知影咱的建堂的进度。搁过来，咱嘛爱有甚至咱要甲会友借钱，咱嘛爱讲要安怎借要安怎行，吼，伫咧合约顶面拢真清楚来安尼甲伊定出来。过来咧，咱需要有一个建堂的监督的机制，所以咱期待无要互任何人因为听主煞来承担一寡无必要的风险。所以弟兄姊，建堂毋是只有干那一个工程安尼那尔，乃是一种的操练。伊要来操练咱。互咱会通伫咧，咱是毋是愿意来将上帝的家来放伫咱的迄个优先的次序的顶面？咱是毋是愿意伫咧咱的能力的范围内面，咱伫遐来参与伫咧上帝殿的即个建造？过来，咱是毋是愿意来信靠上帝，互咱会通经验到，咱会通真清楚去经验到上帝他必然供应。因为建堂就咱一开始咱所讲的，建堂是为着上帝，毋是为着人。所以
既然即个建堂的心意是上帝放伫咱的内面，咱透过咱的即个安尼问卷了，咱开始有侪咱的遮个安尼计划开始来启动。咱毋是凭着咱家己的心意，咱是伫迄中间伫遐分别上帝的心意。既然已经分别上帝的心意了，咱搁怪咱也有安尼确信。既然是上帝放伫咱心内，伊的确要成伊家己的事，所以是上帝建造伊家己的教会，上帝建造伊家己的礼拜堂，毋是咱不过是参与伫咧迄个上帝的即个恩典的立理的下面，咱伫迄中间，咱伫遐经验着上帝，伫遐咱不断伫遐经验着上帝，伊的迄个咱讲我们经历着上帝的属性。佮经历着上帝丰盛、上帝恩典，伊安怎来引带带领伊家己的教会，一步一脚印，安尼来将伊家己的礼拜堂来起好好势。所以咱毋是倚靠人的富足来伫遐建造，真济有一寡教会，包括咱的教会，咱即马咱咧做礼拜，即个礼拜堂，土地毋是咱买。是人奉献的，一个人的奉献。起礼拜堂的时阵，主要的经费嘛是一个人奉献的。所以咱无经验到迄个什么叫做上帝的必然供应。上帝伊伫咧起礼拜堂，这是伊家己的礼拜堂，伊家己的确供应。当咱有安尼迄个信靠的时阵，咱就要安尼来经历。所以求主帮助咱。咱会通，咱毋是倚靠人的富足来伫遐来建造，咱是倚靠上帝的恩典。那上帝伊感动咱参与伫咧，包括着即个有时的借款，这是一种的私人的投资，毋是为着要趁利息，乃是要为着上帝的国度。若是上帝无互咱安尼迄款的感动，咱嘛无任何的亏欠。咱伫迄中间彼此尊重，彼此祝福。所以弟兄兄弟。大卫伫咧历代志29章内面，伊的祈祷，伊什款的祈祷？伊迄个祈祷，伊讲哪？讲我算什么？我的子民算什么？我竟然会安尼，会当安尼来甘心奉献，万物拢对你来，我不过用你的面献互你。这敢毋是拄好是咱每一届伫咧是你奉献的时阵？牧师所伫遐宣讲，伫遐咧宣告的。如果咱若有法度建堂，安尼来完成成功，迄毋是因为咱有钱，是因为上帝感动咱每一个人的心。所以期待咱伫咧即个世代，咱会通为主来留落真美好的见证。期待有一天检采，就甲亲像咱现今，咱会讲起着讲，咱会通伫遮做礼拜，是因为咱进前咱的遮信仰先辈，因用着因安尼的努力，伫遐来毋若开拓了，搁伫咧即个所在，安尼有人奉献地，也伫遮来起造上帝的教会。咱嘛期待有一天，咱的下一代。会伫咧即个新的礼拜堂的顶面，伫遐敬拜时阵，会伫遐讲，这是顶一代因用着信心的迄款安尼信靠上帝来建造的一个所在。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到，咱会通搁好来思考，咱是毋欢喜来参与伫咧即个建造上帝的殿一个真要紧的一个信心的功课。也是一种的属灵的操练，互咱会通透过咱安尼不断来操练，去经验着上帝伊的信息，甲着伊的丰盛、伊的丰富。所以咱会通搁一届来想看卖啊，伫咱的人生、咱的优先的次序当中，上帝的厝到底占伫咱的生命内面什么款的位置？伊伫咧第几位？第二，咱是毋是愿意来将咱的财务来看作是上帝对咱的一种的托付？乃是即个财务，无过再是干那是属于咱的，是咱只不过是干那迄个管理者，上帝将咱所领受到的
咱只不过是干那伊交托咱来伫遐来管理，咱是毋是有欢喜来将即个咱的主权来交互咱的主？佫怪，若上帝感动咱参与，安尼咱是毋是愿意甘心？毋是勉强，咱是安尼，咱要怎样伫咧即个建堂的过程内面，守住咱彼此的合一，甲着咱对主的诚实。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到，咱会通好搁一摆来回想，搁来思考，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承认万有拢是对你来。阮不过是管家。今仔日当阮面对建堂遮尔大的即个使命的时阵，阮心内有兴奋，但是阮嘛有敬畏，因为这超过阮的能力。但是主，你却将安尼的遮尔大的使命交代伫阮的中间。主啊，若毋是你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空空着活。求你来洁净阮每一个人的动机，互阮无搁再是为着人的荣光，乃是要为着要荣光主你的名。保守阮无伫咧即个压力的中间来行做，无伫咧比较的中间来做决定，乃是伫咧圣神的感动内面，阮欢喜甘心乐意的回应。求主赐落助你的教会，遮的正领袖智慧，甲着聪明，甲着诚实，互阮所有遮的财务规划会通真透明清楚，也保守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无因为钱银钱财来失去平安。求你来感动人参与。求你亲自来供应，若无有感动，也使落迄款，互阮有对主你得到迄个自由，甲着喜乐。主啊，求你互即个建堂的即个时间，会通成做阮属灵性命的一个操练，互阮会通学习信靠你、顺服你、荣光你。愿未来即个殿会通成做搁较侪灵魂得救，有搁较侪的家庭来得到。稳定，愿一切荣光拢归伫你。愿咱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祷。阿门。好，迄个头拄临时接到一个消息吼，就是咱。之前有来伫咧咱中间的即个同齐来聚会蔡胜忠长老，宜兰教会蔡胜忠长老伊中风目前伫咧加护病房，所以咱来为着伊来安尼来代祷吼。蔡胜忠长老，尤其咱少年团契拢有捌即个蔡胜忠长老，咱来为着伊来祈祷，咱先同心来开喙来为着蔡胜忠长老来祈祷吼，伊。目前中风伫咧加护病房，牧师做最后的结束祷告，咱同心开声来为伊祈祷。肉体上软弱，求主你真正是亲自圣神来充满伫你家己的囝儿蔡胜忠人身，也互伊一个安尼圣神的主你的伸手亲自来安尼放伫伊的顶面，也来拨开即个因为中风滴到即个脑海内面遮个血液阻塞拢求主你来伊来拨清。互伊会通紧紧来得到恢复，得到提醒，愿用出嚟来仰望。稳定的主，阮搁一届来围绕伫主你的脚前，主你来仰望、恳求、祈祷。主你的囝儿
蔡胜忠长老安尼伫咧安尼中风，目前伫咧加护病房。祝愿主你来仰望，恳求主你的圣手亲自来放伫咧伊的头壳顶面。主啊，你亲自你医治的圣手来拨开伊脑内遮个安尼遮个血管有别离的所在。主你来将遮个血管来甲伊止，互遮个出血无搁再继续，也互已经出血的所在，主你互伊遮个血会通紧紧来得到吸收，紧紧来互圣宗长老会通安尼来得到恢复复原，互伊通安尼甲着阮会通安尼三角组织来讲起主你的荣光，甲着主你的救恩，甲着你怎样用着你奇妙的圣手来医治伊，来见证主你的名。愿你的神亲自运行伫伊的身躯顶，互伊所面临即个中风无来影响着伊过来的规个生活，互伊会通安尼得到医治，得到恢复。愿主你来仰望、恳求、祈祷，拢上个主所基督圣名。这是咱同心来吟诗回应上帝话，信诗492首。主，当我有气力的时，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当信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吊刀令人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录音府。第三日伫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十二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共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同心来奉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若有第一摆来
教会毋知奉献意义的人，通毋免奉献。咱请诗宪2位执事长老。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请坐。继续来报告。第报告台先呢来介绍新朋友。我们今天有2对新朋友，一个是黄志超以及陈昭莹弟兄姐妹。欢迎你们来。那会后再请大家去招呼关心。第2对新来的朋友有李新文弟兄以及李怡姐妹，欢迎你们来。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周报。第1点是小会决议，请各位兄姐自行过目。第2点，今天主日礼拜结束后，在下午2点到5点，在我们教会有举办诗情敬拜课程，由刘山牧师讲解，罗安仁老师示范，也欢迎本会有兴趣的兄姐能够拨空参加。第3点，3月3号到5号，牧师会前往鹿港参加活动。这段时间如果有事情要联系，请联络我们代议长老曾碧光以及张淑芬长老，先行处理。第4点，下主日是11奉献以及妇女事工纪念主日是合堂，请兄姐特别留意，下主日是合堂。那礼拜中会安排妇女团契姐妹参与各样的服事，请同工预备。第5点，信德奖学金可以开始申请。那请符合资格的会友在3月15号之前向主日学以及各团契提出申请。那再一次提醒，如果你要申请信德奖学金，请务必提供分数成绩表，不是等地成绩表，就是不可以拿学期末学校发的那个成绩通知，要特别去教务处申请数字分数成绩表，这样才可以申请信德奖学金。第6点。那我们淑如姐妹新开的牛肉面店，我们在11号礼拜3下午3点，那会去她的店里举行祝福礼拜，在神农路1段70号宜兰大学的对面，那欢迎兄姐一同前往祝福。第7点，从3月14号开始的每周6，我们将会针对小1到小6的学生举办大手牵小手的办学营。那因为教会现在的主日学小朋友人数非常的少。越来越少，所以呢，我们需要开源一下，我们要有更多的小朋友进到我们教会的主日学。所以，如果各位兄姐有认识的朋友或社区的民众邻居有适合小1到小6的孩子，也请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周6大手牵小手办学营。第8点，在3月底在我们教会举办的培灵讲座相关讯息，请大家过目，然后也邀请大家来参加。第9点，各团契请在3月15号之前将4到6月的聚会内容安排拟定，交给办公室以利制作。
好，其他的代祷事项、聚会出席、奉献报告、会计报告等，都请兄姐可以自行过目。如果有任何问题，请跟干事联络。今嘛，请咱做伙来吟上言的诗，请大家起立，唱献诗390首，乌鲁提杯万福本源，吟诗线请牧师来就读。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实。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倒避讳。